將個體重咧完全咁樣壓落去個胯位嗰度咧，感覺係好爽，但係唔使幾耐咧，你就可以拉出長短腳噶啦。唔想咁樣可以點樣？我就會建議同學仔咧喺低弓步嘅時候咧，加入一個盤骨正位嘅練習，橡筋帶跨喺個腰側嗰度啦，然後手可以撳住個磚嘅。咁呢條帶咧就可以提示住我哋喺身體下壓嘅時候咧，兩個盤骨咧應該都係喺同一水平。橡筋帶咧喺你左邊右邊嘅盤骨位置咧，個張力咧都係一樣嘅。而上嚟嘅時候咧，可以做一個骨盤後傾嘅動作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，就可以訓練埋我哋點樣控制住我哋盤骨肌肉嘅力量，令到個 hip 咧喺動作之中都可以保持左右咧上下係一致。最重要就係透過有意識嘅伸展，避免咗受傷。想知更多 DM 我啦。